再来关心政治的消息，2020的大选，除了民进党、国民党，真济第三势力纷纷准备要加入这个战局。像讲台北青年国民党伊创立的台湾民众党，独派一边一国的行动党，还有宗教色彩国会政党联盟等等，加起来台湾至少有14个政党，应该是百家争鸣。不过台湾的政坛敢真正有小党生存的空间？想要扮演关键角色的小党、小党。敢会真紧就消失去啊，变成两大党的影？请看阮的分析报道。今年5月，立委刑事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人事动议权，国民党强烈杯葛，抢占主席台，拿力小争，将场景一直发生，看势闹哄哄的国会，社会基态改变，嘛互新政党有兴起的机会。对主要的政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除了投票之外，还可以自己成立一个新政党。第三势力亲像落雨了后的笋啊，一个出头。以政治光谱来讲，历史是以民进党为首，包括着小力的时代力量、强烈独派色彩喜乐岛联盟、一边一国行动党，到白色力量瓜文地创立的台湾民众党，偏来是有对国民党出去的亲民党、新党，到正来国民党算起来至少14个政党。过去毋是无哪力意外选择，是小党要伫夹缝中生存，真正无简单。因为小党基本上是理念型较强，它一定不容易变妥协，所以才会往这样的小党来集中。总统甲国会多数党属于共一政党完全执政，是得到40.6%的民众支持，但是希望是无共政党的有43.9%。施政无法开展，那也对台湾的民主品质跟施政的品质，就不是一个正面的事情了。如果有这些比较能制衡的小党来扮演这个他律的角色，对国会还是一个好事。讨厌压力恶斗的民众，无定是希望借此达到制衡效果，嘛因此产生第三势力生存空间。只是新政党若是行袂出家己的路，恐惊嘛会面临消失的命运。